来继续是正段消息，来看郭台铭是毋是有可能会转向甲第三势力来合作呢？社会各界拢真关心。这个郭文铁办公室的发言人陈志涵伫咧政论节目讲，这个郭台铭甲郭文铁合作的机会，绝对是超过99.999%。另外，这个资深的媒体人黄光芹是来压料，讲国民党的情调自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中局，讲老早就内定是侯友宜，讲是咧诈骗着郭台铭。黄光芹阁来讲，咧郭台铭要去找韩国瑜进前，朱立伦的丈人高玉仁就先去甲韩国瑜会面，先甲这个炸弹拆掉了，所以韩国瑜才会甲郭台铭讲，现阶段只会当翕相，袂当来表态。柯主席加油！到嘉义县的信用中心配田宫参香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透早就到国民党对手侯友宜的故乡。这个你那个红花白花，这有点特色。哎，对对。郭文铁直接冲到侯友宜的本命区，毕竟伫国民党提名侯友宜了后，郭台铭若无出现烧天，阁撇开党中央的世事大会去日本散心。即马那也各种内幕一直传出来，资深的媒体人黄光芹就质疑讲，定调中头至尾是一个局中局，走落内定侯友宜要骗郭台铭啊。又是国党的杂事，抛出这张甲韩国瑜的相片。黄光芹讲，早伫国党的罗南进前，党中央走了已经安踏好势啊。朱立伦的丈人高玉仁伫两人见面前，13日已经罗南甲韩国瑜见过面。迄一天，包括前婚姻馆长张永碧、庙的馆长张东锦等人拢在场。所以讲，韩国瑜伫会面的时间，郭台铭讲，现阶段敢会当翕相，袂当表态。因为韩国瑜未来安怎，嘛是焦点，敢会挺侯友宜，伊也未讲清楚。国民党确定征召侯友宜之前，或者是之后，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对话的。有没有一些合作机会等等？我想绝对是高过99.999%的意思。伫这个敏感的时刻，歌办高放出郭台铭甲郭文铁合作的消息，强调讲双方关系并无因为定调来改变，因过合作内容讲的是副手的人选，也是牵涉到立委的布局，留下真侪好外界联想的空间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